正在活跃发展的星球。浩瀚银河中，勤劳勇敢、自强不息的地星人，造就了这颗灿烂的明珠。银河英雄事务所的加盟，更是让他冲出银河系，走向全宇宙。我是审判之神雷蒙，我是飓风神眼查尔斯，守护地心就交给我们了。柠檬果茶好搭档，快乐开心共分享，现已在全国各便利店上架。糟糕，有一个海盗游戏机手出现在了市中心，即将危及到市民的财产和生命安全。野兽正在大肆破坏建筑，真是太可怕了！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！出发！好在不用担心，银河英雄事务所迅速做出了应对，一支英雄小队正赶往现场。塞维尔星人本季的头牌英雄雷蒙。放心吧，这座城市由我来守护。看啊，拥有各式超能力的英雄们为我们构建起了一道坚固的防御线。赛亚 TV 为您在线报道。嚯，这离我们很近啊，不安排避难吗？避什么难啊？活干完了吗？你还差什么？那等门科报表呢。哟，门科。下午的会议资料，老板让你打印出来。好的，坤哥。今天是周一，要打起精神哦。好的，坤哥。喂，你们听说了没？公司里好像买了仿生机器人，就混在我们办公室里。各位，现在是工作时间，你们笑太大声喽。啊，抱歉，我们以后不会了，坤哥。仿生机器人又怎样呢？反正不管这个世界是有高智商仿生机器人，还是有超能力外星人，审判之权，我也只会在办公室里度过一生。接受制裁吧！审判之权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亚森，追到罪犯了吗？
奇怪，人呢？完了！我刚刚是死了吗？没死，刚刚你只是心脏骤停，这不是救回来了吗？什么叫真实心脏骤停啊？不过你大概也许一会儿马上就要死了。啊？什么？拜托大声点！其实刚刚钻进你脑子里的绿色玩意儿是一种罕见的外星生物，它会寄宿在碳基生物的大脑，直到取代本体。目前还没有治愈的办法，只能通过不断刺激大脑来延缓它的寄生，因为这个生物讨厌脑电流的剧烈活动。总之，今后只要你一感到无聊，就会死。3637，哎，有人看到门科了吗？没啊。你在干嘛？等死啊！为什么？因为我的生活确实很无聊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！你可千万不能死啊！有什么我能做的，尽管说，我会尽全力帮你的。为什么你要帮我？因为根据《银河英雄事务所员工守则》第3章第4项第28条规定，赛型英雄在执行任务的过程要坚定贯彻保护一般市民的原则，避免对其造成损伤。若造成地形人受伤或死亡，将英雄相对罚款。员工守则。为什么这么快就发病了？塞维尔星球的英雄们再一次遏制了危机的扩散，为他们的雄风喝彩！放心吧，这座城市由我来守护。大家一起合个影吧，想要照片就直接扫这个赛维码就可以了，记得给我点赞哟。所以有人知道门科去哪儿了吗？又死了吗？哎，这么多血，谁的？是我的吗？求你了，再来一次真的救不回来了。所以，我真的会死？当然会死啊！我没在开玩笑啊！你一定要认真对待。对不起，全是我的错。现在还有生机，只要你不无聊、不频繁发病，应该能坚持到找到治疗办法的。说得轻松，要是把你换到我的工作环境里，没准死得更快。不要抱怨生活，你一定要有自信，只要努力，一定会成功。够了，我已经听够鸡汤了。你叫什么？门科。加油啊，门科！你还有我那么科。闭嘴！不无聊，我愿意做任何事。你叫什么？亚森。那么亚森，你能把你的人生换给我吗？我去做无所不能的英雄，你来做平凡普通的小职员，怎么样？要是有超能力，我也能没有烦恼，每天不无聊。你能吗？你愿意吗？不考虑我的处境，像努力就好，努力就能成功这样的空话，谁不会说？也不是不可以，可以试试看。你来做英雄，我来做你的助手，只要能让你活着。哎，怎么样？有英雄的感觉了吧？哈哈。原来还有一个塞维尔星人没走啊！坤哥，门科在哪儿？好像来的不是时候啊！
要是有超能力，我也能没有烦恼，一天不可以试试看。你来做英雄，我来做你的助手。是无聊等死，还是做个英雄？请听我说一句。先稳住他，也许能制造机会，让你一击制胜。你们俩势均力敌，一直打下去会没完没了。你想说什么？你到底有什么诉求？要钱还是寻仇？其实，我的目的是破坏藏在你们之中的仿生机器人。配合的话，我不会伤害任何人。别相信他，事情不会这么简单的。看，我确实是一名智能机器人反对者。哦，反正是机器，交出去我们也没损失，有道理。是是，我们把它交给你，你就会离开吗？不要跟坏人交易呀！哼，你们知道是谁吗？仿生机器人从外表是看不出来的。哼，多少能猜出来吧？自然是他。等等，怎么会是我呢？人和机器的区别不是显而易见的吗？他除了开会，几乎都不离开工位。中午不跟大家一起吃饭，几乎没有社交。部门团建的时候也不娱乐，几乎没什么表情，从来不在工作群里回应话题。表情包都不发。他呢？他就发表情包了吗？门科，你真的很像机器人啊！那么，你能证明自己不是吗？我不是他。怎么证明？仙元虫只能寄生碳基生物，所以他不是机器人。但这个理由不能说。我能证明他不是。你们确实搞错了。怎么证明？因为真正的机器人是我。那。我才是仿生机器人，我才是！你在胡说什么呀？你们呢？还看不懂坤哥作为领导为我们牺牲自己的心吗？还要我点你们吗？我是机器人，我才是！喂，解读过头了呀！我没那个意思，我真的是仿生机器人呢。哦，原来这就是你的计划吗？太了不起了，蒙克！我去交一下任务，马上回来。这种事情不要抢啊！蒙克！制服这个仿生机器人反对者了，四舍五入一下，你也是个合格的英雄了。老天啊，这都是些什么展开？坤哥才是机器人，怎么会？他明明那么完美。都猜反了。才是人类。
凌晨3点半，今天有爆肝，无聊早到晚，没有多巴胺，外卖剩一半，下班又加班，想机器空转，做人真麻烦。漫画追了一半，游戏还没通关，生活重复打转。